Hello，大家好。来，这个的话就是天然的红宝石，而且它这个的话就是花瓣型的那种，可以自己去镶嵌的哦，而且还比较闪一点的那种，切工比例是标准的，可以做小吊坠的那种，挺好看的哦。而且这种的话就是价格也是一样的，它这个价格的话就是1500人民币，倒是挺好看的哦。它不是那种发灰发暗的，哥姐们，真的很好看的。虽然颗粒小，但是里面的话就是有一点点小内含物，但不影响美国那个料子，挺好看的啊、如果喜欢的话就是可以私信的啊，谢谢大家。Hello，买明啦吧，谢谢大家就不能秒你不能切不你不能这个溜啦吧，现在的速度现在是为了现在要的那4岁的不能这个溜啦吧，现在的速度现在可能来了5呀不能那个这个来裤子了的水天微天的呀不能这点是领了5呀吧，现在的教育大的搞嘛的不然你来搞的不能比较大的速度现在这里叫做大的嘛东北嗰啲吧ပဲရှင်ဒါလေး東北嗰啲ပါကြိုက်လို့ရှိရင်တော့စီမာလာခေရောနော်အားလုံးပဲကျေးဇူးပါရှင်ဒီနေ့တော့တော့ပါပဲရှင်ဒီနေ့ငါ